What's up，歡迎大家嚟到 Degen Talk。一錄片嘅時候咧，比特幣已經去到79,000蚊。講真咧，而家呢個 market situation 咧，絕對係我以前做 hedge fund 公司最想見到嘅人場石入之一。價格升啦，但係散戶未開始買啦，最重要係 leverage 完全未跟得上。咁條片咧，會嘗試用3個結構性嘅信號咧，話俾大家知點解你而家呢個升浪咧，會比大家想象中更加維持得耐啦，同埋究竟呢輪升浪可以去到咩價位咧？咁希望睇完條片之後咧，大家應該會有啲 insight 咧，去更加系統性去理解呢個 market 啦。咁一錄片嘅時候咧，係星期一朝頭早11點左右啦，比特幣就係79,200蚊，而以太坊咧就喺2,400蚊嘅位置啊。暫時嘅升勢咧都仲係非常之健康。咁啊，講翻個片頭講嘅時候嗰個 framework 啦，就係我哋喺 hedge fund 嘅時候咧，我哋分一個升浪嘅結構咧，會睇3樣嘢嘅。第一樣嘢係 price action， 第二樣係 sentiment， 第三係 positioning。如果3樣嘢全部一齊衝向上，即係個價格升啦，市場情緒都升啦，而槓桿都升嘅話咧，通常呢一類嘅升市咧都係非常之短嘅，因為咧可能下一次一 catalyst 咧一 reverse 咧，所有人咧都會 unwind 嘅 position， 就會有一個好明顯嘅回調啦。但係如果係價格升 sentiment 滯後，而且槓桿咧係 flat， 即係冇乜點變咧，呢一種升市咧係絕對係非常之健康啊，而且嗰個 staying power 咧係非常之強，因為咧佢係靠實質嘅力量咧推上去，唔係靠一啲 narrative 去拱上去。而呢個星期嘅加密貨幣市場咧，啱啱好就係絕對係呢個結構啦。比特幣咧升咗 4.55%， 但係咧 Fear and Greed Index 仲係喺恐懼嘅區域啊32嘅，散戶咧依然仲係好驚啊。Funding rate 咧係接近0%， 即係代表住咧 leverage 槓桿係冇跟住啦。9日嘅 ETF 數據連續入咗 2.12 billion， 係講緊真實有資金入場啦。鏈上數據17000粒嘅 BTC 喺交易所流出 ，accumulation 咧係 keep 住持續嘅。咁嗰條片咧會逐個信號同大家去拆解啦，話俾大家知咧而家個市場究竟情況係點啊。我上個星期有講到就係 cap down 俾人偷嘅錢啦 ，overall 嘅 bad debt 咧就係75,000粒嘅以太坊，咁啊按照當前以太坊價大概就係172 million 啦。咁啊而啱啱個星期咧出現咗 DeFi 第一次 DeFi Unite 事件啦，就係講緊咧各界咧一齊聯手去捐錢去救 Aave。咁啊4月23號咧 Aave 嘅創辦人 Stanley 咧就喺 Twitter 自己個人宣布啦，自己會捐5,000粒嘅以太坊。咁啊，即係大概係12 million 嘅價值啦，就擺入去呢個 bad debt recovery 度。咁佢喺 Governance Forum 講嘅原意咧，就係話 DeFi 核心信任咧，唔會因為單一嘅 breach bug 咧而受損嘅。咁啊，其他 protocol 都應該 set up 呢個咧係一個 DeFi United 就唔係 Aave alone 嘅事件。咁跟住一日之後咧 ，Aave DAO 咧就透過佢哋 Governance 提案咧，就動用 Treasury 25,000粒嘅以太坊。咁啊，仲有更加精彩嘅就係其他 protocol 咧都相應咧正進行支援啊，包括 EtherFi 啦、Lido 啦、Ethena 啦、Ink 啦。等等啦，加埋咧，都捐咗14,000粒嘅以太坊啦，仲有其他啦，例如 Mantle 啊，都捐咗30,000粒嘅以太坊嘅低息信貸。咁啊，呢個絕對係咧 DeFi 史上第一次跨協議嘅聯合救援啦。咁啊，以前咧啲項目咧俾人 hack 咗，最典型嘅 outcome 咧就係啲存款者就會受損啦，或者單一嘅 protocol treasury 咧食晒呢個損失啦。但係今次真係有啲唔同啊，今次係所有 DeFi 大嘅 protocol 咧，全部都一齊集體 cover 咗呢一個嘅 bad debt。咁但仲有一個 angle 想分享啦。咁作為咧我哋如果係玩得 Degen 少少 DeFi 用戶咧，其實今次嘅 DeFi Unite 事件咧，可能都係一個留意嘅機會啊。點解咧？因為通常咧呢類新嘅 cross protocol 合作框架咧，係加密貨幣歷史上經常會產生出一啲新嘅 governance token 啊，或者有啲新嘅空投啊。咁啊，如果 DeFi Unite 咧慢慢演變成一個常規嘅 mechanism 啦，咁其實咧我哋第一批參與呢啲 wallet 嘅 donation 嘅話咧，可能有機會咧會有捐款啦。咁老實講啦，呢個絕對係 speculative play 啦，咁啊唔保證有任何嘅收益。所以咧，大家都可以試下去捐少少錢啦，但係大家就千祈唔好為咗博空頭咧去捐好多錢啦，因為咧 base case 咧就係冇任何嘅空頭，純粹咧就貢獻翻俾呢個 DeFi。咁如果有 airdrop 嘅話咧，就係一個 upside bonus 啦。咁而過往1-2個月咧，一路推動住比特幣最大嘅推手 STRC 咧，咁啱啱個星期就冇乜大動作嘅。咁 STRC 係啱啱個星期就接近100蚊收盤啦，咁啊冇乜波動，亦都冇乜成交嘅。咁啊基本上就暫時斷咗上2-3個星期 strategy 連續加倉嘅節奏啦。咁啊意味住可能下一次更加明顯嘅 entry 咧，可能係等到下一輪 STRC 嘅 issuance window， 即係講緊4月30號咧，就係 STRC 嘅下一次白色日啦。咁呢個咧可能係下一次新一輪 issuance
再買比特幣嘅信號啦。咁而結構上咧，最大嘅新聞咧就係Strategy 嘅 CEO 咧喺4月22號業績發佈會有講過啦，公開講嘅就係話未來 Strategy 咧將會favor呢啲 STRC 嘅優先股 instruments 代替 common stock 嘅，成為融資購買比特幣嘅主要工具，代表住咧 MSTR 普通股嘅 dilution risk 咧會大大降低，但係咧 fixed income 嘅投資者咧會透過 STRC 去接觸 BTC exposure 通道咧會進一步擴大啊。咁啊對 MSTR 嘅 shareholders 嚟講咧，其實長遠嚟講係幾正面嘅。STRC 嘅市場供應咧亦都會持續擴大，咁所以咧呢一個 narrative 咧絕對係大家值得係 keep 住去關注，亦都係咧會決定到究竟呢一輪嘅比特幣牛市小嘅牛市啦會升到邊個位置。今日講翻我哋片頭講嘅3個信號啦，我哋由第一個信號開始去逐個拆解。第一個信號咧就係講緊過去9個交易日咧，由4月14啦到4月24，美國 Spot Bitcoin ETF 係連續9日淨流入啊，累計21億嘅美金。BlackRock 嘅 IBIT 咧一直就食咗900 million 啊，而 Fidelity 咧170 million。咁數字代表啲乜嘢咧？代表住咧機構係透過 ETF 嘅渠道咧喺啱啱個星期咧掃走咗超過26,000粒 BTC 嘅供應啊。咁啊鏈上加埋咧，而家 ETF 總持倉係166萬粒 BTC， 按照而家價值咧係1,600億美金，佔咗 BTC 大概8.3%。但係呢個故事咧最值得留意嘅係咧，喺呢9日裏邊咧，竟然個 funding rate 咧係完全冇跟得上啦。咁解釋一下啦，喺永續合約市場入邊咧，係講緊多頭同埋空頭之間嘅資金費啦。如果好多人開多單咧 ，funding rate 就會升上去，多頭俾錢空頭。調翻轉嚟講咧 ，funding rate 跌到0以下咧，空頭即係做空嘅人咧就要俾錢做多嘅人。funding rate 高咧代表住 leverage 槓桿多頭活躍。funding rate 接近0或者負數咧，代表即係冇乜槓桿。咁而家嘅情況咧就係 BTC 嘅 funding rate 咧基本上係0噶啦，成個市場嘅衍生品市場嘅 long short ratio 咧係0.97，代表住啲乜嘢？代表住咧空倉咧係稍為多於多倉嘅。咁 BTC 而家期貨嘅總 open interest 咧係56 billion， 唔算話好高。咁呢個組合代表啲乜嘢咧？代表住呢一輪 BTC 嘅升市咧，完全係由現貨市場推上去，唔係由合約 leverage 拱上去嘅。即係話咧，買嘅人咧都係真金白銀用錢買，唔係用5倍、10倍槓桿去倒上去。咁點解呢個信號咁緊要咧？咁因為咧，如果我哋用 risk management 嘅框架去解釋咧 ，leverage driven 嘅 rally 咧，同埋 spot driven 嘅升浪咧，兩個嘅 staying power 咧係完全唔一樣。leverage rally 咧嘅特點就係好短命嘅，升嘅時候好快啦，但係只要市場有一個小嘅 reverse catalyst 咧，所有槓桿嘅 position 咧都會一齊咧佢哋或者調翻轉開啦，即係可能有個大回調10至20%都正常。咁我哋2個星期前講嗰個例子咧就係空倉清算推咗 BTC 由 68K 升到 73K 啦，呢類嘅例子咧就係典型嘅 leverage driven move 啦。咁但係如果係 spot driven 咧係有少少唔同。買家咧用真金白銀掃貨啦，比特幣喺交易所搬走，冇 force selling 嘅 mechanism 嘅。即使咧有 catalyst reverse 啦，最多咧都係市場情緒暫時變負啦，價格可能有所回調，但係唔會一個好深嘅回調，因為咧佢冇槓桿 unwind。咁呢個 set up 咧，通常咧都可以持續到4至12個星期啦。price action 咧偏向係慢慢向上，而唔會係拋物線咁樣向上。咁但係問題咧，呢個信號咧淨係睇 ETF flow 同埋 funding rate 仲未夠嘅，我哋仲要睇埋鏈上數嘅 support 啦，咁就可以再 confirm。咁而正正咧，第2個信號就係講緊呢樣嘢啦。咁講到呢度咧，希望大家可以幫我撳個 like 啦，亦都可以幫喺下邊留火嘅 emoji，繼續支持我再做同類型嘅影片。咁嗰個信號2啊，就係過往7日咧，4月20至4月26號咧 ，BTC 交易所 let flow 嘅數據係咁樣嘅。4月25號咧，單日淨流出咗6800粒 BTC，係呢個禮拜咧最大流出日。成個禮拜嚟計咧，淨流出大概係17000粒 BTC，咁啊大概係有13億嘅美金由交易所搬走。咁鏈上交易所 let outflow 係咩信號咧？可以理解就係當 BTC 即係搬走嘅時候咧，短期內都唔會俾人買啦，因為咧佢哋唔會再喺 order book 上邊。意思就係話買家買完之後咧，唔諗住短炒，搬走鎖起佢，通常咧都係 accumulation 嘅 leading indicator 噶啦。咁呢個星期17000粒嘅淨流出規模咧，喺歷史上咧其實講真唔算話好大，但係配合埋啱啱 ETF 講嘅嗰個數據咧，成個架構就好清晰啦，就係機構透過 ETF 渠道入貨。吸完之後咧，再見到鏈上啲 BTC 咧搬入去冷錢包或者
交俾機構託管啦。咁啊絕對係一定係 accumulation 嘅節奏㗎啦。咁啊仲有一個指標啦，就係 MVRV score 啦。咁而家個數值咧就係1.43。咁啊過往一個禮拜就升咗少少啦。歷史對比咧就係 MVRV 如果3以上咧，代表住市場係過熱嘅；1以下就代表住係低估啦。咁而家1.43呢個位置咁屬於係即係中庸啦，即係中間啦，代表住咧而家市場嘅 holders 係平均係有少少 profit， 但係咧絕對唔係過熱嘅節奏。咁最重要嘅 implication 咧就係而家完全咧係冇 distribution 嘅壓力嘅。對比住24年11月衝到去 99K 嘅時候咧，其實嗰陣時個 MVRV 係上到 2.8， 所有人咧都會 take profit 嘅。咁所以咧而家1.43呢個區域咧係 holders 揸住唔買啦。咁都解釋咗點解交易所 outflow 同埋 ETF inflow 一齊發生，但係咧就冇 selling pressure 對沖。而呢個畫面咧，仲有一個幾重要嘅數字想解釋一下，就係咧 Glassstone 喺4月24號嘅嗰份報告咧有講到 BTC 一日突破咗 True Market Mean 78.1K， 係1月以嚟咧第一次。同時間咧 short term holder cost basis 咧係喺 80.1K 至 80.5K 之間。咁呢個咧絕對就係短期嘅阻力天花板。點解呢個位咁緊要咧？因為一旦 BTC 咧升到上去8萬蚊嘅區間咧，超過54% 嘅近期買家咧就會由輸錢變成賺錢啦。咁所以咧歷史上咧，即係呢一個 threshold 咧，通常咧都係 bear market rally， 即係 bear market 升浪耗盡嘅位置。咁所以咧而家呢個 framework 咧好清晰啦，就係機構吸貨支撐住個 staying power 啦。但係咧 80K 上下咧會有一啲 distribution wave 嘅，即係話咧而家呢輪細嘅升市咧結構係幾穩嘅，但係咧佢唔會垂直話穿上去 80K 嘅，一定要進行一個比較長時間嘅拉鋸。咁而最後一個信號咧係兩個非常極端嘅市場觀點啊。咁啊 Arthur Hayes 即係 BitMEX 創辦人咧就喺最近嘅 podcast 訪問咧就將 BTC 年底目標定咗喺50萬啦，係50萬咁誇張。佢嘅 business 咧係完全建基喺宏觀嘅流動性同埋地緣政治，佢預期咧全球嘅流動性 expansion 加上戰爭驅動嘅貨幣寬鬆，同時間咧佢都提出啦，以太坊咧會喺2028年咧達到1萬至2萬蚊。咁 Arthur Hayes 只透露咧超過95% 嘅倉位咧都仲係加密貨幣資產，但同一時間咧 Polymarket 上邊嘅市場顯示咧，比特幣4月達到8萬蚊嘅機率咧係42%，但係跌穿75000蚊嘅機率咧係49%。咁啊兩個觀點咧好似有少少相反啦。Arthur Hayes 就嗌咗50萬 ，Polymarket 咧就大概一半嘅人咧就賭會跌穿75K。咁點解會有咁大嘅分歧咧？咁其實以 framework 嚟睇咧，其實 Arthur Hayes 個 thesis 咧係講緊由宏觀流動性驅動嘅，佢賭緊嘅咧係未來即係半年至到1年。成個 Fed balance expansion 加埋戰爭風險，推動住成個風險資產同步走高嘅呢一個 thesis， 係講緊 long term horizon， 係講緊長少少嘅 framework。咁而 Polymarket 係大家睇嘅有少少唔同嘅。Polymarket 咧參與者係用真錢去壓住，大家個時間框架咧相對嚟講係比較短嘅，同時間咧佢哋會 hedge 其他嘅 position 啦。Polymarket 50% 嘅人賭跌穿75K咧，唔代表所有人都覺得 BTC 會跌嘅，因為好多人咧其實用呢個 Polymarket 咧係做對沖做 hedge 嘅。即係話咧 Polymarket 嘅49% 咧反映緊係短期嘅 distribution risk。咁所以咧 Arthur Hayes 個 framework 咧，大家就聽下啦，可以當係一個長遠少少，可能係用年嚟計嘅。如果你信咧宏觀成個流動性會擴張嘅呢個 thesis， 咁講真 BTC 咧5年之內達到去 500K 咧，絕對唔係冇可能嘅。但係呢個 framework 咧講真對你而家呢個月啊下個月嘅買賣決策咧係冇乜用㗎啦。好，咁簡單總結一下啦。咁以上呢3個信號咧，如果你將佢合翻埋一齊睇咧，結論咧係有2樣嘢嘅。第一樣嘢咧係呢一輪嘅 BTC 升浪嘅結構都幾穩陣嘅。機構透過 ETF 啦，加埋鏈上吸貨，散戶 sentiment 咧仲喺32恐懼區 ，leverage 係冇跟得上，配合埋咧 DeFi 信任系統重新 reinforce 啦，而且 Saylor 咧叫 accumulation 模式咧係 keep 住延續，成個機構 set up 咧係偏向正面係靜靜地吸貨嘅時間啦。呢一類嘅 staying power 通常可以維持4到12個星期啦。BTC 咧升到 80K 之前咧都仲有少少空間嘅。第二咧 80K 上下咧會有啲位置要拉鋸啦。Short term holders 嘅 cost basis 咧係 80K 左右，呢個咧絕對係短期內嘅 distribution pressure 啦。咁54% 嘅近期買家咧會浮上水面 take profit。咁要 break 呢個位咧需要更加大嘅 catalyst 㗎啦。咁可能係5月 Clarity Act 法案嘅推進啦，可能係 FOMC 6月減息嘅確定啦，又或者係 Saylor 下一輪大手賣 BTC 嘅情況啦，咁呢啲嘅催化劑咧就係需要等啦。咁下一個禮拜或者下一步，我哋需要睇啲乜嘢咧？我哋需要觀察咧3個數據嘅。第一係 ETF flow， 我哋可以去 SocialFi 度睇啦，留意 IBIT 即係 BlackRock 呢類嘅 ETF 咧連續流入會唔會斷啊？如果斷咗咧，代表住短期機構咧就 risk off 啦。第二，我哋可以留意 funding rate。
咁可以睇 CoinGas 啦，睇下 BTC 嘅 Perpetual Futures 嘅 funding rate 由零升上正數嗰刻咧，可能代表住咧 leverage 開始跟啦。咁呢個時候咧，成個升浪嘅性質咧就會由靜靜地咧變成有少少 vertical， 即係反而係有少少警示啊。第三就係交易所嘅 let flow， 咁我哋可以睇 CryptoPunk 或者 CoinGas 都見到噶啦，就係喺下 BTC 由淨流出去到淨流入嗰日咧，代表住機構咧有機會開始散貨啦，係短期頂部嘅 leading indicator。咁呢三組嘅指標，如果大家識 read 嘅話咧，咁每一次嘅比特幣升浪咧都可以自己嘗試一下判斷究竟短期內價格嘅變化會係點啊。咁下星期咧我會繼續 update 嘅，因為咧下個星期4月27號咧就會有 Bitcoin 2026嘅 conference 啦，咁可能咧會有啲重大嘅消息嘅公佈啦。同一時間咧4月尾又係有 FOMC 啦，咁雖然咧市場咧 price in 98% 咧都係維持息率不變㗎啦，咁但係咧鮑威爾嘅記者會上面嘅 tone 咧，依然咧都係大家好需要關注嘅嘢啊！呢條片就差唔多啦，中意條片就幫我 like， 唔中意就幫我撳 subscribe， 因為越多人 subscribe 我嘅影片咧，我就越有動力提高 quality， 製作更加好嘅內容俾大家。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